中秋節要到啊，所來大家嘛開始咧煩惱，這個溫淡到時陣需求真大，這幾日雨落遮粗，唔知有受到影響無？黃道是台灣正優化正常濟所在，嘛因為最近落大雨，地勢較低所在有積水，真濟民眾驚恐日後天會拍歹優化品質。等好天了，當然一切前途會擱回到轉來。啊，這波為農民嘛攏加減會有搶修，不過阮堅持講。無愛搶修。其實大雨對優化田道並沒有受大影響，但是等靠天氣變好，又要超雨日頭拍開，對當恢復到原本的田道品質。那其實我們採收完經過池水之後，其實它品質不會變，所以其實沒什麼差。本一座過境園平常時攏有做好相關的準備，所以面對極端氣候，攏會當穩定確保全部的果子品質。所以不管是大粒或者是細粒的優化，攏真好吃。期待天氣轉好時陣，民眾會當親身來到滿豆一撮，捧場上在地的好食滋味。